trời有喂，唔好走啦佢啊喂，唔好走啦，有人 mark 佢，佢已經睇住一拍向嗰邊咯喂。喂嚟啦喂！Triangle, set, triangle, triangle, triangle。前場要前場。阿蛋開個防先啦，阿蛋開個防先啦。23有，23有。落幫手。要嗌定佢落嚟啦！23我嘅，23俾我，23俾我。23俾翻我。幫佢，屋企度睇戲，幫佢。幫你。咩要做呢個 pistol 啊？知道啊？要做 pistol 啊？幫我 open。望下冇波，真係做 pistol 啦！我講3次後唔緊要，開。我嫌切入中間嘅。踩個嗰邊，過嗰邊。阿蛋可能你要 help， 呢個要晒。佢嗌後邊即係你要好撈命，佢出上去。一上嚟，之後切落去，切落去，當做 pistol。基本上咧，做單頭得㗎啦。係嗱，因為呢一隻基本上乜都唔使做咧，喺個範圍度已經攞到波㗎啦。但呢一隻一定要上嚟。攞完波單打咗先，成小屈再先。意思。攞未？冇落手。翻嚟啊！嗰邊度？睇人場。23號嘅，8號射波，8號射波，邊個要放後？我要。8號，試啊！出。
零度，落喺零度先，波，hold 住。你 keep 波，二手二，我要。哎，家俊，慢慢。小心啊！快攻就照一落。23我嘅，乜都唔好理咁多事。23我嘅，23我嘅，8號邊個？每次快攻落咗零度先，記得。唔好落手啊！阿勤唔好落手。自己嚟。好啲啊！阿勤煤氣。阿勤，你留意咧啲嘈 ，OK。家俊，6波，小智，23網嘅，球精。家俊，喂，打佢啊！你家俊，嗰波係有暫停啊，唔該。Sorry。球精，我嗌咗個暫停，唉，sorry。係咪係佢上嚟嗰度嘅喎？但係你向咗前啊嘛，所以佢先，因為佢唔會向後。我哋個防守唔好咁逼，我哋個防守要鬆翻少少，好唔好？鬆翻少啫。講防守先，你講乜？好認真。你講防守先。我想個防守鬆翻少少，冇咁多犯規。得，跟住啦，喂，你留意，如果波去咗呢邊，你記住，我哋嘅人呢邊做 triangle 都好咧，依家呢邊做任何擋門噶啦，直接上邊呢個範圍度做擋呢個阿蛋呢個位，但係實際咧，基本上呢個擋阿蛋喐一喐或者唔喐到咧，呢一切入已經係機會噶啦。Sorry，我想講咧，危嗰隻 mark 我咧，其實我會喺度 set 咧，你俾我做打。有。OK，知道。如果我會分翻出嚟，聽到 triangle，盡量擋近嗰隻就切入。我擲咗喺嗰度。如果單打到嘅照單打，即係你單打照單打，唔好理咁多。OK， 1、2、3，好嘅。係。家俊使唔使唞？家俊使唔使唞？吹太多啊！俾人鬆翻少少防守，唔好咁逼。如果唔係好撩，記住啊！蛋個位條就你記住晒，得啊 ，OK。
快攻你唔好諗咁多嘢，盡量等外圍射呢度。9對7嗰個。我哋喺緊嘅。做啊，做咩啊？阿陳啦。唔該你。家俊嗱，如果波嗰邊阿勤 post up， 你就擋阿蛋個位啊！阿蛋，你俾邊個都唔好喐啊！我哋會擋你個位啊！你俾邊邊都好，到時有人擋你，你最多就抽。係，因為去到做 OK。上嚟啊！你注意個先，唔好家陣休息晒。家俊去到 A B 位 ，A B 位家俊。係啦，啱啦。阿蛋啊，一定黑咗。幾多秒？你好。開波。阿蛋。使唔使幫佢哋數？蛋。你哋幫唔幫佢哋數？10秒。好。sorry 啊。sorry。我幫阿蛋。4秒。我有5秒啊，慢慢嚟啊！4秒。係咪唔明啊？喂，後面！係一個 man 命嘅狀態，但係你 man 命你擋最遠冇用嘅，明白？你寧願個階段。咁啊，日上要等一陣。冇所謂，去打。我試一試可能會耐啲。而家1分上落，你唔好亂嚟。我幫助你。而家唔打定啦。唔緊要，呢啲唔會入㗎。係。哎，仆街。sorry。小智，你唔好企落死，企3分4，企3分4葫蘆頂，企3分4葫蘆頂，個波傳右你就去右。阿迪走先，家俊俾我。家俊啊！你等啊，字係你㗎。我呢揾阿迪。
唔好前面起波，幾中場。阿凱葫蘆頂3分4，阿凱葫蘆頂3分4。呢位零度3分4。幾耐食？家長。卡。撩你睇住啊！喂，睇下家俊信號。我要家長。阿蛋喺邊度？你知 A B 位喺度。冇落手啊！冇呢落手啊！我睇咗兩隻啊！我要。家俊嚟為勝高半步啊！家俊係啦，後面啦，好波打，繼續出賽，舉手，拍上場啊！做下蛋嘅中間位。喂！冇搏。阿蛋慢慢落去，唔好用 ，OK。好啊，就4，你換埋，後即後尾換得個。我20號跳。家俊，阿勤豬頭換你。唔緊要，可以繼續。OK。 8號我嘅，我攞咗隻8。有機會係要替補。阿勤個位要去換啦，你等我成就位。你記住阿勤個位要休息，要你做嗰個位置，唔係好難做嘅。OK，我幫你 open。去晒呢個。球證。睇咗仲後龍啊！嗰個啱啱睇咗後龍。13年我就話俾你聽，有機會。喂，自己小心。要小心啊！喂，佢一定開爭㗎。喂，可以。阿水梅一定開爭咯。唔好特登撞，慢慢嚟，睇咁快㗎。波！open 幫你 ，open 咗俾你。去晒！上自己。俾人。好咯。入樽。喂，聲位。翻嚟，但係唔好貪呢啲位啦。唔係日進，你話你想叫你勤幫我打我咁多，叫佢打先。佢擔都擔到上去啦，使唔使教啫？預備，波！你啲企中間位啊！唔緊要，走啦！之後就唔好。8號俾我，8號我嘅兩底啫。數人。喂阿上去啦！我要。
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唔緊要，我哋自己節奏。波補得好啊頭先。我哋18。3球嚟啊喂，得位呢球係啦，呢球係啊，呢球係啊，呢球係啦。喂，家陣提一提你哋，我而家攞唔到籃底咧，佢哋會底線傳過嚟到啊，呢三嚟到要。插中插中插中。幫佢啊！插中。俾拋我，小智，小智呢球我冇落嚟。喂，過嚟先。喂，過嚟先。好啊，sorry。嗱，唔緊要。嗱，你記住，啱啱好似係小子嘅情況下，我覺得第一件事，我哋可以嘗試拉開咗空間先。小智諗一樣嘢，拉開先。明白？拉開咗之後，成件事可能真係咩啊？你得一個打到嘅，慢慢行，唔好做左轉手右轉手，明白先？都唔得咧，我到時救你就容易啦，明白？因為每一個人都諗住打佢咧，我哋會打得到佢啊！每一個交波嘅話，我哋慢慢就冇開頭咁嘅啦，明白？好啊，你一路開，佢即刻可能就會幫手去教啦。嚟，OK， 我嘅你收 ，OK。就係對個20號。阿打換我11號。我開波係嘛？繼續。你真係唔低早啲同我講，你啲波慢慢都過到去㗎，慢慢食下都過到去㗎。去啊！3-1-4，攞波單打。係。後面，阿強後面。改啊！家俊。拜。接波嘅。繼續。好。拉大。拉氣。繼續，快！喂，阿田加油！喂，過嚟喺度。OK， 總之你哋打唔到温度分嘅情況下，咁呢個時間可能而家我要調走阿高日進，因為我哋要頂。係啊，嗌後啲啊，日進。浩然呢啲。嗌後啲佬。拉邊。1-3-1，望零度。喂，小智。後面，加油後面。翻，跟路斜。
下場咯。好，落咗零度先，攞零度先，揾機會做 pitch 操。喂，抓住，等等，好，進，我，set 位，小姐企中間位置，做，小姐中間，喂，有冇暫停啊？我知。快好波。OK，唔係話做個方嗰位，係咯，我咪理你打咯，喂，唔好坐聽阿 Sir 講好嘛？嗱，依家阿勤喺度開波啊嘛，係嘛？係接落嚟咧一樣，阿蛋，另外仲有家俊，跟住另外阿高阿俊呢下低正企個 box， OK， 之後咧就幫我彈出嚟三門，係 OK， 咁呢一俾佢射球3分。OK， 但之後咧呢兩隻就自己多隻落下低啦，OK， 一係俾出邊，一係俾下低， Yes sir。明白 Yes sir。 ？OK， 知道。嚟，上面先。1、2、3，我係。企過少少啊，喂，企過少 set 少。位先啦，set 位啦。企過少少啊，阿大企過少少，阿大企過少少左邊，波。喂，做啦，唔好理啊。打去日進。日進，你攞波嘅人散咗試下打啦。你幫啊，日進幫。俾少唞一唞，可能俾少唞一唞嗰陣，但係你如果發揮得好就繼續，明唔明啊？慢慢帶，直住個位慢慢帶。喂，哇 ，sorry 啊，唔係，係我嚟嘅，我哋我知啊，飲啖水先，唞一唞先。啊，飲啖水先。喂，你過任何波唔好亂嚟啊！咁拍。係條攬唔使出啦個位啊！係啦，唔好太猛。鬼啊！阿打牛個位，準備做轉身。阿打牛個位啦。走啊噃，呢個唔係射波。冇嘢嘅。冇啦，冇 pass 啦，你睇清楚啊，冇 pass 啊！
唔緊要，走啦！23我嘅，23俾我，23俾我。冇嘢㗎，繼續咯，冇嘢㗎。咁漢兒，你試下幫多啲佢啊！你試下揾你嘅方法幫多啲佢啊！你諗下，如果人哋咁樣掂你，你敵開佢咪你犯規咯？你掂我，你掂我，喂，求職，咁咪唔收手咯，係嘛？你掂乜撚嘢啫？我不嬲都嗌㗎。啱啊！你今日講佢夠膽掂撚鳩你，僆仔嚟啫嘛。我又唔係信佢夠撚高同我哋嘈。喂，冇走。三個快攻得啦！其實佢失咗球員啦，點解吹嘅？睇前。佢失咗球員，大家揸住開。我哋而家需要穩手，一定要穩手。幾多啊？籃板！喂 ，call 分！籃板！嗰隻要實，籃板！好高！繼續！籃板！一進，冇問題啊！你落個位啊！好俾你壓入嚟啊，壓翻出去啊！記得啊，係跳之前啊！你專注做射手位啊！籃板咩位？籃板！你要幫先。踩過！好，你先行啦。踩過！喂！繼續。點波有？冇理阿 Sir，可能你真係得兩球機會，招石200超大。右左擋，後邊收。我嘛，阿大要使要舉高少少，我一定嗌㗎。阿強，使唔使唞一唞？唔使。你知你記住一樣牛個位啊，或者3分線準備。小智，如果到時佢唔係黐你身，你就牛個位就點攞波啊，小智。慢慢。搶球啊！我未啊！我要幫你，我幫咗你，上啲，上啲。攞咪就跟內容啊，喂，嗰邊度？放開。冇時間啊，最終佢打冇時間啊，接死啊！
Sure 睇到佢掂到咩？下邊啊，佢跳嘅時候下邊掂。你 Sure 就得㗎啦。你睇清楚啊你。吹咗 sorry， 得 sorry。喂，射啦，唱呢球，唱呢球。冇㗎啦，吹咗係咪都要㗎啦？喂，搶籃板，籃板啊！籃板，籃板，籃板。喂，先過嚟先，兩個進，唔好再，喂，唔好再拗前啲嘢啦，喂，唔好再拗前啲嘢啦，算啦。喂，冇係啦，依家得一樣嘢。冇投球正傳。外邊打大個唔使收冇嘢。係啊，總之唔好再同球證拗啦。小姐，好，小姐，佢全場掹我哋嘅手企護路呢個中間嘅位置度，明白？唔緊要啊，唔緊要啊。有需要嘅就直接行中路，係啊。你要佢啫，你要佢。上埋，好波，唔好拗啦，係啦，好波，唔使拗，唔好拗。射好。OK， 唔緊要。高啲啊！射高啲。0.6秒。咩位？唔要啦，0.6啊。唔要啦。boss 企好。預備，好。冇起波，叫日進起波，你報3分。日進你可以做個 pitch 俾佢，幫你企45度角，日進睇你力，係啦，將你領導。冇落手。點知做葫蘆頂，真係葫蘆頂。喂，波，點知又高位？喂。喂，小姐，牛角位啊，冇其他位置度，冇其他位置。20號4犯啦喂！佢打完我寫咗有少少期待，再20幾秒先係真假。喂，你要8號，得唔得？唔好再走啦！走得啦！
出晒啊！做咩？做乜嘢啊，張你？我提早佢球證講要睇23，慢開，慢開，慢開。睇13嘅。再嚟啊，繼續啊！節奏，睇個場先。再直接俾得㗎啦。我即係暫停。有機會快攻㗎，佢哋咁樣嗎？學咗0度先。打晒。小智上升。加準。多年。劉偉先，喂，做乜手啊？我手啊！查！小智，細低先，小智，你記住而家要企牛角位嗰度，我啊，家在應該開波企呢範圍啊，冇企咁遠啊。照做。家俊呢度。阿蛋，hold 住先。玩時間。啊，小智。左邊嚟個 mismatch。頭先我仲有幾多個暫停啊？我冇波到啊，腳兩次啊？有3個嘅。阿蛋，應該開波喺呢度，直接攞咗波先。阿俊，你嚟到呢度一定要轉身嘅。喂，你記住呢個位埋過嚟會轉身㗎。3分鐘咋？換我。邊個要換？我可以換，我殘到，我少殘到。咁唔係，如果佢再殘到先換翻我。我殘到我可以。我嚟啊！俾我啊！俾個波啊！俾我波啊！嗰場定就得啦，我哋而家過場。你記住，而家我哋基本上，你諗下，你個 A 係未換？係換。咁佢又過場好上住啊！你到中間嘅位置度。咁另外呢啲你記住，兩邊範圍度一定向前去 ，OK， 之後落嚟轉身，轉身，冇直接攞個波，明白？過咗場之後，你話拉大，將個快友拉大啲，佢一定呃你嘅，明白？當玩馬騮去玩，明白？其他情況下一樣，叫做 pistol， 淨係做 pistol，擋切入，
明唔明白？射波，佢哋係犯規㗎啦，唔好理咯。邊個射？1、2、3，OK。同埋預咗跑翻嚟，你一定要預咗跑翻嚟，佢哋而家好撚快。家俊你唔得啊？因為我諗嘛。家俊唔得就靠你過場。阿迪阿迪你得唔得？阿迪阿迪佬，球證換咗嚟，球證換咗嚟。咁阿迪你要做側邊位置啊？我哋開啊！我哋開啊！23蚊，好，舉手。繼續，哇！繼續。阿近大開，舉手。冇人。換呢個。喂，記住轉腳啊！喂，佢鏟落嚟要轉腳啊！係過到嚟，喂，記住轉腳啊！落手，一張企後多少少。阿爺就呢邊。你走步。過晒佢。佢即係留意13號，佢開始會有啲矛嘅動作。你講啊！我即係係啊，佢留呢個下。喂，我頭先。喂，留意下13號，我隻手提13號開始。我喺度打交嚟先，喂先，你一個大波咧，你一夾咧，冇人俾人。喂，聽住，你聽住，你記住依家唔可以嗱，我哋而家呢個範圍咁樣企位，所有波如果你諗住衝埋攞波，係咪我一衝你就即刻交落去？衝 ，I ball 轉身，明白？之後俾多俾唔到，我翻轉頭先攞個波，明白？多數明白，所有埋你正常嘅動作唔好直接俾 ，OK， 要反轉，知道。 OK， 記住轉身去啊！1、2、3，OK。咁我係覺得咩？你兩個我繼續。你哋有人俾波試下咧，全收完之後咧，用呢啲快嘅瞬間全部去執波。有機會。好，打進嚟係咩時間？喂，阿迪有機會佢過呢邊㗎，我俾條路你。唔好可以射手。跟住記住張生做3分啊！佢3分啊，8號。阿迪哥專登做3分啊！唔射，標唔射有標。兩分。阿迪。唔出咯，翻嚟啦。好，俾掌聲啊！其實信自己射3分啊！阿迪信自己要射好3分啊！知唔知要打定嘅波啊？你唔得嘅拉翻開做5-0先。夠啦，呢度位 ready 啊，陣間去到差唔多位置度啊！斷啦！攞晒！佢攬實啊！哇！攬晒人啊！我都求你先啊！射好啲啊！好波！佢吹咗犯規。射好，依時。我炒咗5個分。喂，記住花友要企大啲啊！喂！
都唔齊。佢射！睇檔睇檔，唔好食落去。我揸實。go！喂，直線，小智中間，變中場。睇近，走啦！落位先，向前。去啊，去晒。哇，咁多。放波，即係暫停。喂，小智喺中場得，咁另外3個 ，OK 呢度排喺條直線。OK， 一開始情況下，唔該，同我突然之間轉上去。邊個轉？最側邊呢一個。邊個兩個轉？唔使諗邊個。咁樣對 ，OK， 第一時間轉上，明白？100個去追你嘅，翻轉頭，明白？但係你記住，阿小智向上走，明白？我做邊個攞到波睇小智？我同阿迪轉啦，係啊，一個個走啊，我先。 OK， 嚟，你先。1、2、3，交場。前場一樣，我就係照企條直線啦。啊，小智 ，A B 位，低卡輪3分線啊！唉，嗰球，唉，唔係爆珠啊！佢嗰球，小智冇喐，低卡輪0到3分線，拉低要時間。喂，守一球得㗎啦，防守嗰個入唔入都嘢，守一球。冇亂落手，唔使落手，邊度做唔透波啊！哇，嗰個好啊！開啊！去啊！一再唔好。個籃板俾佢嗰個爭攞落嚟㗎，佢開心打鬥開打，頭點都唔開。之後先講啦，打埋先。輸緊啦。家陣唔好做開波，阿迪做開波。要換射手出去啊！喂，個波要睇下家俊啊！哇！丟！失分啊！